国来看这个2024的总统大选，美丽岛电子报上新的民调，哪力北三卡都，让人联想袂到的是，代表国民党的侯友宜民调上尾支持度落甲剩18.3%。这孙文学校的校长张华忠来建议，国民党应该来召开到全国代表大会临时会，来因应这个危局调整作为。侯友宜本人是回应讲，民调拢是参考，要建立和平繁荣的国家，大家一定会同心协力去面对。手桥画碑进行两巡点眼的仪式，新北市长侯友宜继续秉持职，不过叫国民党低调去最近民调煞输甲真忝。根据美丽岛电子报民调显示，侯友宜支持度略超过2成，以18.3%排第3。苏民众党参选人郭文铁的25.9%，和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的35.8%。看民调输甲稀累咧，新闻学校校长张华忠就提议，国民党必须调集中央委员临时专题会议。和临时专大会，赶紧来做一下调整。这情形就惊真做是换条2.0。可能啊，因为国民党推出来的人要换掉，这不是如同儿戏吗？坊间的各种民调都是参考用，希望建构的是一个和平安定、繁荣永续的国家。我们一定都会同心齐力，团结面对。那大选的民调出现危机，伫咧上新的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内底，侯友宜满意度虽然也是以71.4%摕到5星市长的第2名，煞比去年落11.8个百分点。另外，主持媒体人吴以涵嘛讲，侯友宜上欠少年人的选票，无参加台大学生的座谈会，根本看袂出侯友宜会赢。市政的工作，我们会全力以赴，永不停歇。6月8号，我会针对很多青年朋友，尤其我们的大学朋友所提出来的议题，我会逐一来做回应以外，最重要的，我们还会不断的，不是只有到大学去做座谈会，也会办理多场青年朋友的议题。除了会伫咧6月7日去正大演讲，退调去学校会担当的要件，5月30日迈去立法院和党籍立委进行辩论会，侯友宜一步一步用行动证明面前拼选战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